穌同佢嘅門徒嚟到猶太呢個地方，同佢哋一齊住喺嗰度施洗。喺嗰個時候，約翰亦都嚟到臨近撒林嘅艾隆施洗，因為嗰度水比較多，眾人都嚟呢一度受洗。喺嗰個時候，約翰仲未曾被投入監裏面。約翰嘅門徒同一個猶太人關於取潔禮嘅事發生咗爭執，佢哋就嚟到約翰嗰度同佢咁話啦：辣彼，曾經同你一齊喺約旦河對岸，你為佢作證嘅嗰一位，睇下佢亦都嚟施洗，並且眾人都去咗佢嗰度。約翰就回答佢咁話：人唔能夠領受啲乜嘢，除非係有天上面嘅賞賜。你哋自己可以為我作證，我曾經講過，我唔係默西亞，我只係被派遣嚟做佢前驅嘅。有新娘嘅係新郎，新郎嘅朋友侍立靜聽，一聽到新郎嘅聲音就非常之喜樂。我嘅喜樂已經滿足啦，佢應該興盛，我卻應該衰微。分封後，黑落德卻為咗自己兄弟嘅妻子克洛狄雅，並為咗黑落德本人所作嘅一切惡事，受到咗約翰嘅指責，又喺呢一啲惡事上邊加多咗一件，就係將約翰囚禁喺監裏面。聖經注釋：約翰藉住自己嘅門徒因為嫉妒而發怨言嘅機會，又給耶穌做咗一次嘅見證。約翰自認只係新郎嘅朋友，自己嘅任務係將新娘選民領到去新郎基督嘅面前。新郎既然已經出現，作為前驅嘅就要隱退啦，如同星辰嘅光芒喺太陽升起之後就自然隱去一樣。基督係自天而來嘅，係天父嘅欽事，向世人啟示咗天父嘅旨意，所以人人都應該到佢跟前，由佢獲得救恩。